你有冇諗過 AI 浪潮最先中箭嘅到底係邊一批人呢？大多數人嘅直覺就係應該係啲就嚟退休、反應慢、人工高嘅老屎忽咯。結果史丹福最新嘅研究直接打面，最先跌低嘅居然係22到25歲嘅年輕人。研究形容呢班年輕人就好似煤礦入邊嘅金絲雀一樣，第一個察覺到毒氣，第一個跌低。原因好簡單，新人帶入職場嘅大多數都係標準化知識，寫程式跟流程，客服照範本，偏偏呢啲全部都係 AI 嘅強項。AI 就等於一個非常之認真嘅資優生，教科書背到滾瓜爛熟，而新人一畢業靠嘅都係同一套標準答案。一比之下 ，AI 更快、更平、更準，所以最先被取代嘅唔係啲老屎忽，而係新人。更加反直覺嘅係35歲以上嘅員工，就業率唔跌反升，有啲仲升咗近1成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有 AI 學唔到嘅嘢，例如臨場判斷、解決突發狀況嘅直覺、人與人之間嘅協調同埋信任，所以職場規則已經完全反轉晒。越標準化、越照書讀嘅工作越危險，所以職場規則已經完全反轉。越依賴經驗判斷人性嘅工作越安全。AI 唔係先取代啲老屎忽嘅人，而係先淘汰只會做新人嘅人。所以問題唔係 AI 會唔會取代你，而係你有冇進化到 AI 取代唔到嘅層次。想要史丹福呢份研究嘅原文 PDF，留言 AI，我會免費送俾你。